阿彌陀佛，大家好。今日蓮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嘅精選篇，第37冊神奇嘅錦囊。喺文章開頭，我想先記錄一個好有意思嘅小故事。有位婦人係典型嘅農村婦女，佢同我講嘅一段親身經歷。有一晚，佢發咗一個好清晰、好真實嘅夢，夢入邊有3個女人眼濕濕，喊到淚流滿面咁嚟到佢屋企門口，同佢講：我哋係人，唔係豬。佢望住眼前呢3位婦人，你哋當然係人啊，我睇亦都唔係豬。但係3個婦人反而喊得更加淒涼，其中一個仲係右腳跛腳，呢一點喺夢入邊冇得一清二楚。佢哋哽咽咁講：但係我哋3個就快要喺你屋企出世啦。夢醒之後，佢都冇將呢件事放喺心上，只當係一個普通嘅夢。然而第2日清晨，佢照常行去豬欄餵豬，點知一睇之下，赫然發現母豬個肚脹起晒，已經就嚟臨盆。冇幾耐，母豬果然生咗3隻小豬。最令佢渾身發冷嘅就係其中一隻細母豬，右腳居然天生跛腳。呢一幕即刻令佢諗起琴晚個夢，明明係3個婦人，點解現實會變咗做3隻細母豬？而且嗰隻跛右腳一模一樣。由嗰陣開始，睇下定決心唔再養豬，仲講咗一句好有心意嘅說話：豬就係人。其實我都知呢啲事並唔係單一發生。我知有一個人天生雙手就好似豬蹄咁，完全野手指，形狀一模一樣。我又知有個細路背脊皮膚粗糙得好似豬皮，甚至生埋豬毛。我親眼見過有位小姐手臂上生滿一重重豬毛，剃咗又再生，夏天都冇辦法唔着長袖。除此之外，我仲見過一隻豬喺4隻腳入邊，竟然有隻長得好似人手咁，仲有相片資料做證。呢隻豬嘅前世係一個惡人，臨終嗰陣曾經用單掌向一位高僧禮拜，所以喺輪迴之中，淨係得嗰隻手可以保留，唔會消失。無論係勸善書入邊嘅記載、傳奇故事嘅描寫，定係活佛親眼見過嘅，都有講過呢啲事，親身體會到人同豬之間嘅輪迴互相轉換，真係好密切同埋真實存在。要輪迴做豬，通常要有2個關鍵因素。第一就係貪，第2就係懶。淨係貪婪同懶惰呢種性格同豬嘅習性最相似。一旦輪迴之門打開，就會跟住自己嘅心性去投胎，分毫不差。可能有人會話呢啲只係巧合啫，連生活佛都唔願意將佢哋親自歸納為巧合。我寧願相信呢個係一場靈魂嘅夢，因為我深信人生本身就係一場春秋大夢，只不過呢場夢已經變成咗物質，而且經歷咗真實又具體嘅過程。更令蓮生活佛確信嘅係，輪迴真係存在，人間世界只係輪迴大海入邊嘅一小角。由此可見，豬係人，人亦可能變成豬。人同豬本來就冇絕對嘅分別，分別只係咁靈智層次。
我哋嘅心性係點，來生嘅去處就係點。所以道德就係激發心性升華嘅良藥同妙方，亦都係理性同善念嘅人世間最真實嘅展現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以上內容全部摘錄自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嘅精選篇，同時亦希望大家可以網上留言，下集再見。